发伫这个日本甲台湾知名度拢真悬的当代艺术家奈良美智，应中华文化总会邀请，第一届伫咧台湾举办着展览。总统蔡英文亲身来参加着开幕式。今仔日嘛是311大地动满10周年，选伫今仔日来开幕，嘛象征着台湾甲日本联手合作，友谊深交。どうぞ。伫咧国际真有名的日本艺术家奈良美智，早1820年上新的创作，甲几10件美术作品，头一摆伫咧台湾举办展览。总统蔡英文参加剪彩，奈良美智透过影片来感谢台湾人。来れたのは東日本大震災の時に台湾からすごい多額の義援金をいただいて、日本の人みんな。感謝して。唔惊检疫的麻烦，亲身来台湾规划展览，伊嘛和总统蔡英文做一食早顿，总统嘛分享和艺术家的交流。我们家的这个蔡想想都被动员起来了，但是那一天没有咬我们的贵客的一口，所以那是他最大的友情哈。奈良美智伊的作品真侪人看过，台湾人嘛真喜意。开幕式特别选伫咧311大地震10周年，用以特别的方式表达对台湾的感谢。透过谨记着震灾的伤痛，纪念着可贵的友谊，我期待台湾和日本更要继续在当前的挑战中相互的扶持。奈良美智的作品，明仔载就开始伫咧台北展览，互民众免费参观53件作品。尾仔会阁去台南高雄展览，互全台湾的朋友拢有机会看到奈良美智精彩的创作。